妹，总有一年，我会老唔讲的，也下挨太花界，也个辛苦还有价值的。身在一片漆黑的哑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一夕之恋，字句间的信任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全言，刻下誓言，只可永远，不熄灭。我的花，我天竺的花而已。孙女啊，孙女等嘛喏，擦口了看没？孙女，佮万一若头路迄本人石头娘干啥？咱又哪个上干咯？记住转来啊，拼出家己条的竹的，做番薯啊，做安尼呢？阿妹，我去散风了。爸去散风的呢。阿妹，阿爸叫我去散风，哎呦，没注意咯。啊，婆婆，好一点哦。爸爸，我上干啦。爸，刚刚阿妹怎么敢无人讲法？伊迄没欠的啊。爸本人调到行较高、行较远的山峰，连一叫都变少啊！伊欠的都唔拿爸讲法。这又唔係唔注意嘅，竟然做啲人唔欠哦。阿姐，你也得要體諒人妹。降服了後，扣台幣換新台幣，人妹扛起錢一下就變細，一下擘嘅做時間，你哋啊，更加難過啊！爸唔但槍，冇辦法賺較多錢賺，也要本人調到行較遠嘅山鄉，國家全部都冇本錢，也難怪佢個錢啊！嘅爸，你做乜解冇去談阿妹嘅法？賺來了，父權嚟做事啊！係做起喜歡山鄉，還有幾條書嘅啊！阿姐，你喜歡花土草嗎？跟同爸講，你做嘛好花？我出去中意花土啊，咩唔知做乜嘅？爸媽窮樣啊！我看到書嘅一年太稀啦，上次落雪，書嘅本佢集團嘅，也很有辦法產出新書，也做起佢上來嘅素材啊！
阿爸给福利金，迄三的哦。给伢个福利金，就会画图啊，你想到你的转错啊。错啊。不过后暝又唔讲来画图。做唔得做一家喜欢做的事情，也真艰苦。罢了。坐一下。爸，小先生啊，你啷个讲过哦？迄发笔啊，中奖诶。不过你莫甲记性个发，发笔要变做千金万银封，强起来哦。肖老师讲的真好啊，敢你知道？难怪老没讲，我惊记不起呢。爸老唔讲，对伢妹啊，抢一扑天天啦。哪一铺啊？做很想做嘛，个就去做啊，坚持伢个想法就好个呀。你帮阿妹知道，难怪帮你盘死耶。你欠忘欠啦，伢妹啊，大摆嘛很爱弯头路，唔看，我爱上山的时间啊，佢大摆嘛人家保护的款都好势好势啊。哎呦，阿妹根本嘛拢唔欠啊！佢而家哈做嘛该无去等你呢？好面子啊！伢妹哦，身体会练，再有唔认输。但係啊，伢個習慣啊，你慢就看以後。爸，上次就會遇到好多鬼仆卡嘅，我就揸低我嘅呀，幫命幾天就好嘅啦。爸，爸是無辦法，本實作真好。我眷科做得像肖老師一樣啊，鼓勵，有堅持就會有希望啊。阿姐，你畫較多較強嘅圖，俾爸看好嘛？嗯，阿姐，好在你啦，爸我熟悉啦。爸。阿姐，你无说要伫做嘛个？哥，你拢个天数好吗？我天数嘛个，毋过。你要对伊发土，你还没那狠。哥，我不啷个天数啦？哦，你喊太大了哦，想骗你还没有？那没有唔对，俺迄真诶，眼都发土啊，俺没骗你呢。先把迄老几讲听听啦。韩启勇，你用不按好发土啊？俺没唔对啊，全眼都记诶。阿菜，你唔对哦，我大伯你打球的啦，都要摕摕看夹着，你去发土的。不过有先生喊嘛，伊说好球讲过啊，我你做排球校队的。我迄好打球的啦，不过我还那去玩发土啊，我睇你吼，我做一只东北发土嘅人哦。老师好。哎，你们很可怜呢，才开学，这小蝶呢又出什么作业给你们啊？你看，一大早就要画图。不是啊，是什么？刘老师，潘朝生以后想当大画家，要转去美术组画画。老师，可以吗？曹生，俺老五个，小时候老师啊，也是很多梦想啊，一下想做这个，一下想做那个，可是结果嘞？老师最大责任啊，就是要帮你找出最好的。你打球比画图厉害，你不打球太可惜了啊！不要想太多，专心打球，知道吗？好。哎，
上课了，赶快进教室啊！哦。海草生，放学记得来练球哦。好。对啦，上课嘞。哦。阿姐，你今日去哪啊？妹唔伫诶，跑去打球诶哦。拜托，莫按钮好无？用谁袂用啊？莫会打就讲莫会打啊！快小三，快，你快跟我来！肖老师、刘老师为了你已经吵，快吵起来！快！小莲呢？你凶要的啦，太欺负人了啊！知道我是疯子，你还不赶快放人？你不知道疯子会打人吗？你看，老杨，吃饭啊！老杨，讲你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事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。莫会打就讲莫会打啊！快小三，快，你快跟我来！肖老师、刘老师为了你已经吵，快吵起来！快！小莲呢？你凶要的啦，太欺负人了啊！知道我是疯子，你还不赶快放人？你不知道疯子会打人吗？你看，老杨，吃饭啊！老杨，讲你。别吵啦！肖老师、刘老师，我把潘乔生带来了，这事让他自己决定吧。曹生，来，老师问，你是不是喜欢打排球？我跟老师讲哦，不然我要记你过哦。你还不啊？我唔干啦，你搞好啥我唔干啦，快回答。潘超生，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决心拿起1000斤重的画笔加入美术社？你会老实讲哦，不骗起稿。曹生，我知道你喜欢打排球，继续留在排球社。莫堂给小莲的讲法，你不要影响他做选择好不好？让他自己讲嘛。根据学校规定，课外活动是要连续参加2个学期，如果中途退转，那是会影响到体育成绩，成绩要是不及格，是要留级的哦。刘老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恐吓学生啊？好嘞，不是讲嘞，你赶快决定，我数到3，如果你不回答，就表示你要继续留在排球社哦。1、2。乔生，刘老师打分数很严格，你请要认清楚哦。3，杨伟，有看到吗？挑伟哦，小蝶呢？我是不会在意你刚刚对我不礼貌的行为啦。唔看，你也几笔啦，看起来动强啊。不过，迄个母亲太嘅决心又坚持，你会徛去啊？你徛唔去啊？肖老
看你能画出一朵什么花来。刘老师，对不起啦，我是喜欢打排球，可是我更喜欢画图啊，对不起啦。再见。再见。先生，咩啊考的啊？你还唔准哦？你做乜解飛動啊？有劉先生演㗎。啊，也太人嘅事情，唔好管啦。啊，就是，我是同你讲哦，学画图哦，就像暗光露水咁样嘅，印落去啊，才会印出名，对冇？小先生，我啲啦。阿姐，那行迄江伢袂甜呢，迄期又拿你嘅发表小睇咧，你两个啥？我做你再个做一啲啊。阿才，我想清楚咧，唔过很用诶。我行迄继续翻下去啊。好，下次无考，等你去上课画图好冇？嗯，落去。阿哥，我让阿才去上课画图啊，你慢点站住，慢点哦。夏天更很强哦。阿姐，我去了啦，发动叫呢。我去了就是家去了啊，我去画图唔好上来啦。我听哦。哦。哎呦，那个东西啦，慢点啊。哎，你做乜干啦？我给图，你不可以走翻的啦。当然明巧思哦。嘿啦，我就调试嘅啦，用嚟雙上島來啊，我真唔驚唔掉咧。好啊，拼好，做唔得老先生讲哦。好啊。阿姐，你有把剪过？冇講來哦，你下本嚟沙多，我是唔知哦。阿姐，你在干嘛噶？蒙达念念书。谢谢你。安子谁？好。诶，阿江勇到底下都还蛮转。哟，你有亮法听听啊？阿江忙啥？啊？做哪个啊？做来啊？这有去哪呢？哦，记得阿曹去洗。对。鸟，发讲一班啊？去哪？就记得个次元课讲我看见马该输又马该赢的啦，记住阿找去山峰了。我刚刚要的以为我要做马噶啊？唔去搞鸟的四天国无？看书呢？别做正翻身来。哥，还没按上，有按无顺，
你韩爸一定会变到有钱的。莫讲啦，想也是。还蛮好笑，你还做得下，蛮大手。了用一下。做得下啊！我从来没按上，这样做得变到有钱的。这样还蛮准。佢頭髮土啊，迄話咪啲咧，佢死過啦。莫讲的啦。韩朝生，你懂腔呢？这发子本来嘛多嘞，你这样嘎嘎叽叽听听就变到暗讲，你懂厉害呢？当然唔关知识啊，我发现当中都发唔出来好过诶，点都很唔听顺来哦。看他挑事情啊麻烦，你都唔会骗哦。你请来麻烦，是因为送吧很凶大啊，妹妹就唔错啦。哎呦，我用过我电脑懂排泄呢。你啊仲发好，咁早就送我啊，我懂中医呢。好啊，你去房嘅话就送我啊，真的哦，安子些。张亚明，你记得你们还发图版呢，干嘛又冇参加？小先生哎呀，上课规矩太麻袋，你水桶爱冰奶最贵天。小课台那一下就会本件马到出头，还看叫对潘朝生暗好，买去哦。看唔得宁可，错冇啊？难怪你会请阿酱嘅麻烦，还挑事嘛小先生。小先生没对我懂嘢吗？佢喊从头，人系马到出头诶，真的哦。真的啊，嚟做嚟做真哦。头摆我没知道小先生对我懂法，我说起个秘书成绩涨61分，哈？涨61分，听听，哪有可能？我骗你的做嘛该啦？小先生听说知道我放个图冇嘛咁好看，真会打本来62分啊！阿酱，你有去问小先生冇啊？我唔敢问啊。背面小先生有人嚟讲过懂得鼓励嘅话，佢系会当我老刘先生演解嘅。我真啲小先生冇人系表态，係我自家老自家表态。在下面，唔准得人嚟強要，自家老自家表態哦。唔過，我佢最近過班咧啊，我想去轉去也冇辦法。哎呦，那單呢？等同你眼神，都唱歌也做得啊。錯嗬，等同你眼神嘅時間，我上家己畫圖班，佢同時你當鄉下上課，鄉下好畫圖，就做我們嘅鄉下上大。阿翠啊，頭先啊，我第一隻地方當好教哦，做夢兒去過嘅，唔對希望啊。應該，聽下就啲啲啦。哦。是啊，这样，给就中了，你还蛮中。欺負我啦，唔好打佢啦。係啦，阿爸咪嚟做嚟做陣，嚟掉講好去做好朋友啦，冇想大啦。係啊，跟住做工啊，冇俾人判到，穿晒啊。喲，
两三每三到我看马输的看马业的嘿，带你表演怎么了啊？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胜利。爱的诗篇，一续纪念。哟，两三每三到我看马输的看马业的嘿，带你表演怎么了啊？啊？有一三到我发图啦，系嘛？我前高胎反高胎啊！那欠死上干面嘿，也晓帮我说把盘到，你长得死啊？哈？唔系啦，妹。唔是讲安度表演哪了？我做丑小得去。哪了？哎，拜托啦，妹。顺用啊！唔系啦，阿爸妹，阿姐无发图啦，嘿，系嘛个？迄张亚明啦，交给快摕啦，老阿酱家啦，伊迄呐，爸爸来帮阿酱嘅啦。干皮啊？嘿啦，真的啦，阿爸妹，你看，要去哪发给图啊？阿姐，安之生唔留发表加本来哦，跟俺做去咯，阿爸妹，再来了。张亚明，走都会走了。哎呦，话都一讲哦，看来啊，我们学校要出一个毕卡索喽。你们先回去了。谢谢老师。沙老师，外头有一位波沙记者赶快请。公安无吹啊！刘先生暗翻呢，讲你也发了欠。总唔得怪佢啊，全都係捱啊！阿姐，你要加油哦，總唔得本記啊科目。捱咩上啊？你冇看到剛剛小先生看到人發嘅圖，全部笑呢？你不然就姓子是啊。先生。先生。第二下有人請來啊，你就老佢講係行去改片。改片？記得咯。你们有看到肖庄老师吗？那邊。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你是什么人啊？干嘛找我们肖老师？哦，我是记者，我现在采访他。但是你们老师好奇怪哦，都躲着我们记者不让我们采访。啊，没事了，谢谢。阿嫂，你的小先生，妹妹讲给你呢。你一路哦，伫學校天天都無下，做嘛很為難你咯？哎呦，沒慢嘅，你話好悶嘅。看見阿神夢轉去哦，出到清歹勢呢。下擺佢再過來啊，就講係小睇嚟就好嘅啊，係佢冇過來啊。你又亂講法，一個按講一個。好啦嚇，冇講啦。來啊，我嚟聽看一下啦嚇，看一下哪一種啊係最好嘅，好嘛？我試到那種吼，發到1號呢。今年會喺萬年發嘅嘛？嗯。潘秋生。就會見，這個發吼，一下就做對老人嘅母處哦，相對高興。我意思講，有錢對得報咯。就會啲妹妹，看啊，運用班
当作的啊，老爷底肉杀啊，倒飞进来。手的，手啊，手啊，好，就俩状好嘞。参加全省的总统比赛。刘先生，冇解事情，要讲。冇话解啦，没什么啦，只是啊，要跟你说道谢了。要不是你开金口哦，我们学校可能不会出这样一个小画家。潘朝生他得到全省第1名。那朵花毕竟还是画完了啊。老师，阿菜，阿爸讲嘅无唔错哦，免死下去啊，是错的啦。阿酱，做灰哦，杨仲聪呢？阿妹哦。那条条看哦，刘先生嘅面粗粗嘅用的哦，当冲要看死哦。阿菜，你讲唔错的哦。刘先生啊，唔但只无欠，佢啊，还人来讲动到鼓励嘅话哦。啊？下注下个嘅时间啊，你都唔喺度做呢。刘先生啊，出来搞事情啊，人来讲佢世世界嘅理想，还有啊，人来讲动到鼓励嘅话哦。恭喜你啊！全省第1名，不简单嘛。老师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平白无故选是一个排球好手，你说我生气吗？不过啊，现在不会了啦。哎，别以为你得奖我才这样说的哦。我是老师，你是学生，我可是不会拍你马屁的哦。老师小时候的最大梦想就是开火车，当火车司机。那个好威风哦！可是啊，我只敢想不敢做。不过，当我看到你为了自己的梦想这么努力的争取，我真的好感动。我都好想说，干脆我不要去当老师，我去开火车，不，当火车司机。朝真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不但要画出一朵花，还要画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。这样我才不会白白损失一个排球好手啊！冇想到刘先生学了你，来巴到有一钱呀，几麻烦。还没冇想到啊！阿酱，你发全省第1名，连刘先生都学了你，嘿呀妹，有空你帮你发图冇啊？嘿哦，阿娘啊，做起老几讲。就不是骗佢嘅啊，健哥，用嚟吧，就用嚟吧。阿妹，等一下煮出哪去啊？哪去煮哈？哦。
阿妹，那天名啊？哦，嘿，等会儿，这个拿一叠叠吧。阿妹，好啦。这那天名个足。阿妹啊，哎，你路卡鋪才會成張牙呀，好冇？你路卡哦，唔定不賣人家走啦。好。阿妹，那天個足。你聽下阿飛人路卡寫做嘅本人提嘅事情嘛？哎呦，唔掂呢，那叫草邊也不要啊，係哦，驚死哦！堂我嘅出嚟啊，唔知提阿飛人路卡呢，還提我其他嗰度搞喎。真的哦。嗯。哎呦。切咯！阿妹，那像讲吼，佢实在吼，哪一只唔惊惊建设，还天天做出嘞。嗰啲以前吼，日本警察捉到，係要读数字的個。超係啊！係咩？健康也大好，馬無馬嘅用啦。但都係唔呢，安尼健康嘛有嘅學做嘅啊，食家吼是個注意嚟哦。唔同講，我睇下拿嚟辦下。哦，冇關。阿妹。愛你啊！哎樣的啦，愛你種種啊！愛啲啦，唔當要讀書啦，安尼做得冇，阿妹當歡喜啦，唔姊妹啦，好冇？會啦，來要煮菜哪去啦？哪去做下？我來看煮的。哎，阿妹。这样啊，我看哪会冇伊老阿妹讲较好诶？阿妹嘅身体啊，又唔免唔滴。哥，我发图第天个名，真系当上老阿妹讲呢。我阿妹咩还有面子啊？骗你唔是，阿妹硬知道发图我冇该用，还没有中的穿台前。哦，阿姐。莫按用啦，唔發圖啊，得到全身體檢命，阿個出到動用面子誒。再個講，阿爸轉來，佢喺地度，佢咪會當歡喜嘅。哼，但條命有嘛該好傻皮嘅，捱台啊，一天喺忙而去比賽，怎會本年得獎嘅啦？阿娘誒，莫按用講好冇？資察學生潘朝生。均参加全省初中级美术比赛作品《绿肥红瘦》，经评审为最烂的作品。喂，谢酱，你多冇礼貌呢？乖嘞。用用的喏。我拿到獎狀嘅時節，冇詳細看，甲阿妹講，馬上想到，我去比賽嘅作品係潮啊。因為變到了那個綠肥紅瘦。還會更加努力，開創夢想公園嘅事。愛的詩篇，一緒之戀。乖嘞。用用的喏。我拿到獎狀嘅時節，冇詳細看，甲阿妹講，馬上想到，我去比賽嘅作品係潮啊。因為變到了那個綠肥紅瘦。係啊，我就講咧，第種嘅人啊，根本唔係你，係叫做搞差嘅啦。奇怪咧，做乜嘅唔係潮呢？阿姐，好衰咧。你冇啊？聽講你放棄了。哥，我真點解唔錯嘛？第種嘅人根本就唔遠啊！阿醬啊，唔好聽阿娘喺啲嘅邊亂講，佢條是本欠嘅。做乜嘅第種作品嘅名唔係潮呢？講記按到，獎狀大項寫嘅名係啊。作品嘅名就唔錯啦。哦，阿醬啊，莫愛死腦筋好無？見我計較了。唔係愛計較，係未詳細咯。未詳細，既然出去問教育堂總啊，幾莫啊，就冇人愛老人講清楚咧。係哦吼，我做得下先問教育堂總，
文琪做嘛该要讲个发明啊？我凊彩讲，莫真去写啦。总唔得，我啊一定要相信文琪，做嘛该讲个发明。哎呦，莫闹啦，跟我头中动态呢，俺用写都是吉宝欠的恩勇甲杀，我害阿妹迄本去骂哦。哥，你唔是强啦，我写个信啊，我写到东下去个，唔会硬去欠啊。哦，抢唔强用，讲都唔会读，我冇讲嘅啦，我去睡梦。是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教训他的，请长官息怒。是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检讨的。再见，再见。总经，麻烦你联络吴老师，请他班上的潘朝生到我办公室来，马上。肖老师，我在上课，请勿打扰。我知道，可是校长潘朝森现在马上去办公室找他。有什么事情这么急啊？不清楚，可是他口气很坏，好像很生气。潘朝森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写信给教育厅长，问他干嘛改我的化名啊？各位同学，你们这边等一下哈，老师马上回来。走。荒唐！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竟敢写信去质问教育厅长。我没有质问，我很客气耶。你还敢顶嘴？他不是在顶嘴，他是在解释。小老师，我尊重你艺术创作方面的才华。可是我无法忍受你包庇学生，不遵守师母公约。我不是包庇，我是支持我的学生，争取他们自己应该有的权利。他想知道答案，必须要经过学校才对啊。他擅作主张这种越界行为，对学校产生很大的伤害。我不觉得这对学校会产生什么样的伤害。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愿意自动自发地探讨疑问，这就证明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是成功的。所以校长。教育厅的长官应该颁给你一个大大的嘉奖才对啊！我都被挂了一顿胡子了，哪有可能被嘉奖？你真不识抬举！长官为了你的作品，想出这么典雅的画名，你……可是那个画名跟我的画不符合啊！那又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每一幅画的意象跟感觉都是从画名延伸而来的，就好像没有人会随便改掉自己的名字一样。我们很感谢长官的好意，但是校长，我觉得你也应该去告诉他们，请他们尊重创作者的决定。下面的人看了信都气成这个样子了，我不敢想象厅长看了之后会怎么样。不行，这个事我一定要处理。潘朝生，我要你跟我去教育厅一趟，我要你跟厅长说道歉。我反对。肖老师。我的学生没有错，凭什么要他第一天下去道歉？肖老师，我在处理校务，请你不要过问。如果校长坚持要他去道歉认错的话，我就会辞职。我要抗议校长你这个人是非不分。邵路硕，你在威胁我啊！我这是在捍卫公平正义。你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肖老师跟校长吵起来了，说要辞职，不想我们了啦！快点，我们赶快去看看。不过是道个歉，有这么难吗？真的要道歉，也是改人家作品名称的教育厅才对。你要长官跟学生道歉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们教学生要明白大是与大非，教育厅应该以身作则才对啊。校长，我们办教育的尊严，这一次全看你自己的态度了。不要想威胁我，想离职，
写报告，一切公事公办。校长，我愿意去道歉，你不要让谢老师走啦。班长这4个杀不可以，我宁可走，我也不要我的学生被物质错误的观念。谢老师，我们不要你走，谢老师不要走啦。你们不上课，跑来这边干嘛？统统回教室，不然的话，全部记旷课。报告校长，薛老师是很棒的老师，拜托校长不要让薛老师离开。是啊，不要让薛老师离开。喂，厅长好。是，没问题，马上办。是，谢谢厅长，厅长再见。潘朝生，刚刚厅长有来电话，对你追求真相的精神和勇气，他非常的佩服，所以愿意把奖状上的得奖名称改回来。真的哦？没错，你为我们学校争光，很好。那薛老师他？厅长都不计较了，校长当然不计较啊。肖老师，好，大家回教室了。阿姐，这种种葱使用啷个，还按后做。你讲嘛改啊？安娘诶，啊，这样先都无干无啥，你还安娘袂记哦？好这事情无脑猜哦，啊莫，你师傅不还没骂死哦？不然妈妈说嘛改，记得在这小身上长水哦。假使记得去告状，一定要问告状受理啦。伊乖呢，啊这伫好教样样诶，样全都伫呢。你唔知阿酱是好教真出名呢，佮凊彩不用再批论啊，骂你就伫哦。太最痛，夹最嘛。你这样夹最久嘞。教育堂真严重案呢，连迄种性格种葱都唔判得分啊。看来你师警告，种葱记来记去的，当真呢？莫晓的啦，很无去计较，唔出门一趟，今天要用办咯。看见思乡滚滚嘅浪花，追寻亮嘅真情，化作喜怒哀乐春夏秋冬。